Trump 当选对咱台湾来讲会有啥物变化？有专家就分析讲，若是 Trump 真正甲中国扣动势，全世界就会架起新一波的贸易战。前驻美的代表高秀泰就认为讲，咱台湾是爱运用咱有优势的特色，甲 Trump 迄边达成上大利益的互动。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出来，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Trump 重新转去白宫，相关的政策按算会对全球政经的发展带来重要影响。外界关注，因为 Trump 之前已经呛讲，要对所有的进口货拢扣10%的关税，要对中国扣60%的重税。Trump 上台恐惊引起新的一轮贸易战。那如果他的贸易对手也就是说全世界也对美国的进口的东西扣10%的关税，也就是贸易报复，那美国的通膨可能会增加到1.7因为川普已经讲要对中国扣60%的关税嘛，那这个如果累计上去的话，美国的 CPI 大概会增加1.9到2.5个百分点。专家分析讲，若美国对全世界发动贸易战，若贸易对手也发动抵制，美国的 CPI 可能会增加1.9到2.5个百分点。川普重新转去白宫，可能推行甲民主党天差地的政策，譬如讲降低企业税、废除抗通货膨胀的法案，佮有力量的补贴，重新启动石化产业等等，拢可能进一步影响到台湾整体的贸易表现。明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。今年大概是4，明年大概是3点多，但是我们的表现更平均。川普上任，他接下来会提很多的政策，这些政策怎么影响到我们的贸易对手，进而影响到我们。针对川普进前提出保护费的讲法，将驻美代表高秀泰认为讲，安全解套是在人讲的，不过强调咱应该根据实务经验、务实沟通，对共享的价值甲共同的利益出发，伫台湾关系法。6项保证，也佮有互信令以外，共盘基础顶面，和川普新政府共创新机会。根据我们过去常年跟美国的互动，不管哪一个政党上来，不管哪个总统执政，我想我们没有理由悲观。彼此的互动开诚布公，可以给惊喜，但是不可以给意外。在这个情况之下呢，我相信我们跟川普新政府呢。应该可以很平顺的上路。高秀泰认为讲，华府交接进入空防的阶段，咱除了确保甲美国高度的互信、务实交往，也必须要发挥创意，运用台湾的硬实力、甲软实力，莫骄傲也莫落冷，向川普新政府提出有说服力的论述，并且诉求上大化的利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